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号的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读马可福音的5章1到24节，主题是束缚生命的力量。我们先来读金句，5章19节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告诉亲友，主怎样以慈爱待你和他为你所做的事。”经文分为4个部分，第1到13节是耶稣赶逐魔鬼。那14到17节，众人请求耶稣来离开他们。那5章的18到20节就提到他康复了，要回去为基督来做见证。那21到24节就另外一个故事，是雅鲁他女儿生病的故事，他需要耶稣。这段的经文的运用，我们来看，现代人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总是为那2000头淹死在海中的猪感到惋惜，可惜。那耶稣赶鬼就赶鬼，为什么要连累这2000头无辜的牲畜呢？有可能会为了那无端损失这2000头猪的主人来为他打抱不平，这下子他损失惨重。在这个事件，其实猪不是四脚哺乳类的牲畜，而是象征不洁的意思哦。那甚至是驻扎在格拉森一带的罗马军团，它的幡旗、它的军旗的一个徽号哦。那称为群，这个鬼这个群本身有军团的意思。那与猪群还有呢和罗马军团交织，成为格拉森的经纬度哦。那你名叫什么？我名叫群。耶稣揭穿了权势的面纱，他称为群的权势让我们知道他捆绑人，因为他很多，所以使人成为欺压别人的共犯。耶稣揭穿权势的真面目，宣告他纵使他看起来很有力很多，但是还是要面对什么？面对上帝最终的审判。就好像旧约来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大军，虽然强势勇猛，但是最后他还是在海中淹死。从权势的角度来看格拉森的这个叙述，我们不仅看到这个在坟场里的人被鬼附还有欺压，甚至我们看到整个地区这些人似乎也被背后的权势所剥削还有欺压，并且他们习惯了，反而他们对公义、对人的自由好像感到陌生。他们原本应该要为那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康复了，应该为他高兴呢，但是却在这个权势或者是利益的因素底下，他们把耶稣赶走了。那面对因为耶稣而康复的人，并且他清醒了，格拉森人也可以像他一样成为康复、成为清醒的团体，但是他们最终选择继续麻木沉醉，并且选择什么？继续被欺压。那主耶稣他看重的一个人价值，其实胜过这些物质，特别是胜过这些2000头的猪。而格拉森人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这些的经济的损失。那耶稣在格拉森所做的，也是像今天的我们说什么？说那些被捆绑的人应该要回家去，到他的亲属当中来见证上帝的怜悯和作为。我们来默想格拉森的叙述，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千年往事。那他在问读福音书的你跟我，究竟你是被压迫、被捆绑的人吗？还是参与在捆绑别人、欺压别人的共犯？另外，雅鲁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知道要找耶稣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知道要找谁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透过你赶逐污鬼，你看见人的价值，你也看到我们价值，所以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，帮助我们知道随时倚靠你，特别是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愿意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